由国家家己设计畅水南关兴南京举行落水典礼对外公开，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，而且改号名做海群号。蔡英文表示讲，这畅水南家己制作，英国防当作是无可能的任务。不过咱这回是有影做甲到啊，希望明年会当伫咧大海即次明年底来交行。现在我正式命名你为海鲲军舰，命名人总统蔡英文。国南国造重大礼赞比，国造舰南原型南总算公开。总统蔡英文亲身号名，号做海鲲号。国造舰南200举行号名甲落水典礼，蔡总统亲身主持。请直评。甲台船董事长郑文良、海军司令唐华做伙进行仪式，创下国军的历史，象征台湾落实国防自主。国造舰南伫历任总统的推动之下，蔡总统伫2016年下决心打造，用7年的时间计划建造，达成舰南落水的时刻。国造的舰南为无到有，透过缩时摄影，呈现制造的过程，船内底设置因为牵涉机密，还阁特别甲扎起来。历史将会永远的记住这一天。过去潜舰国造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但今天由国人自己设计打造的潜舰，就在大家的眼前，我们做到了。蔡总统特别感谢国际协助，包括 AIT 处长孙晓雅、驻台北韩国代表部、台日交流协会拢有派人出席，展现对第一岛链共同防御的重视。郑文良表示，海鲲号是真清的人员用心打造，有上百间的厂商参与，提升本土产业的量能。团队7年来无眠无日伫拼，咱家己制造的比率有甲4成。没有说什么外面讲说我们去抄袭旧的，没有，我们是全部新的设计，而且我们的性能绝对是优于现役的潜舰。海鲲号是插电动力的舰舰，毋但畅水的深度有甲350公尺深，比国军目前舰量级舰舰要较好，会当配18粒 MK48 重型鱼雷，甲鱼车反舰飞弹，未来会当部署伫台湾西南甲东部的海域，反制解放军的威胁。不过，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质疑讲，舰舰电池甲船条还未安好势，就着急要落水。海军培会讲，以时间的顺序，电板甲畅水镜上尾才会安。电板完成头一届充电了后，45天爱完成伫舰舰充电，安排去铺船了后，才会当安起哩。不是只有我们的潜舰可以去发挥作用，还有同样的我们的水面舰，甚至是我们的 P3C 等等，它是一个联合猎杀的一个作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